为了避免政党机构人员直接或者是间接来承包政府工程、摕回扣、超人数，像一般俗称的地下市场，或者是白手套等不当的利益，所以议会法规委员会提案拍算立法，调整行政透明的机制，嘛得到38位议员联署。27号正式邀请政府、法制单位以及专家学者加各政党代表到场公听。全国已经踏出一步了吼。咱看联署的人，包括民进党的本身的人，伊个认为讲因的政党有责任，做生意有损民进党青年真正爱乡土的形象，我嘛认为不应该。所以我提出这个自律条例甲延爱达理的目的足简单。寻求议会同事，咱社会各界对这个法律来听看卖啊，听看卖，全国第一类啦吼，全国第一类，踏出了一步，我们也希望能够立法来规避规范政党的负责人，袂当因为伊是操盘选举选了交市长利用行政权，互伊做足侪工课。这样合理吗？针对我们这次提案的，你是谁的某某人的某某人的某某人，就可以上下其手，一手遮天。你可以当影子内阁，你可以当地下市长，你可以当地下的局处长，然后有这种实质影响力去当白手套。所以这次跟蔡玉辉议员先辈提到这个步骤这个点的时候。蔡议员非常非常支持，那就由蔡议员的团队把这个案子的草案拟出来，那我们再做一个共同的讨论跟商议，争取到跨党派多数议员的支持。会中专家学者拢一直肯定议会有心端正廉政风气跨出第一步，只是相关的法条、伫罚金以及敢会超越中央主管机关的权责，拢有待确定。据了解，因为这是全国首次的立法提案，加上议会跨会期嘛无法度审查，需要等后一届新的大会，所以公听会就是收集各界意见，等于是该提案象征意义比实际的意义较大。台南新闻，阮及林英庚采访报道。